100萬嘅預算喺珠海目前可以買到點樣嘅屋苑呢？你哋知唔知啊？係唔係以為只能買到一啲好偏僻嘅樓盤呢？最近都有幾個粉絲問我，預算呢100萬左右，可以喺珠海有啲咩樓盤選擇嘅？今日我就同大家呢去講下100萬左右嘅預算啊，分別可以喺市區、喺金灣、喺斗門買到幾大嘅單位，大家呢可以認真參考一下，相信都會對你想喺珠海買樓呢有所幫助嘅。首先係斗門啦，100萬當下呢可以買到一套唔錯嘅三房，例如湖心新城嘅龍湖天林啦，依家賣緊嘅85方3房2衛，總價呢90零萬就可以買到啦。如果加少少啊，仲可以買到95方嘅大三房啦。呢個呢仲係斗門目前唯一真正嘅新規樓盤，使用率啊100%，而且仲係帶埋有會所嘅住宅樓盤啦。第二個金灣啦，100萬依家呢喺金灣其實係有唔少嘅選擇嘅，不過呢只推薦航空新城嘅思片區，依家賣得最平嘅係粵海10貴府，有65方嘅2房，總價90幾萬。如果再大啲嘅話呢，有77方嘅小三房，總價呢110萬左右。真裝現樓包含600米，可以去到金灣嘅華發商都啦。最後就係市區啦，呢個都係今年成個珠海啊銷量第一嘅樓盤，華發琴澳新城天戀啦。依家最細嘅呢50幾方，1房1廳，有啲特價單位呢，總價105萬到110幾萬可以買到啦。樓下就係十字門華發商都同埋輕軌站啦，去到關口呢都係揸車10零分鐘。最後總結落嚟啊，想要地段好，空間呢就要細啦；想要住得大啲呢，位置就差啦。你係揀斗門嘅3房，還係金灣嘅2房，但係市區嘅1房呢，可以打喺評論區度一齊探討一下。